去食餐飯食滷味，爸爸帶我去趯隻頭梨，爸爸帶我去食黐飯，然後帶我去食牛治，仲叫了2個蛋撻。爸爸帶我過大海食葡國雞，爸爸帶我遠赴番禺食乳鴿，爸爸與我看着海浪，與我一起對浪小便，爸爸突然對我話，佢話唔係要係咁，不過就會總係咁，嗰啲嘢到最後竟然沒有嗰家嘢，竟然沒法分開，你以後全部靠自己，一個人小便。爸爸帶我去食拉麵食咖喱，爸爸帶我去食叉奶食燉奶，爸爸帶我去小便，仲教我要怎樣小便，如何靠自己拉鏈。佢話唔願變成咁，不過就會總係咁，嗰啲嘢過去就竟然